来自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女孩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每个星期天，他们将继续在德国慕尼黑市设立展台，展出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图片。中国职业乞丐在墨尔本被抓的新闻今天成为澳大利亚媒体头条。澳大利亚警方指控来自中国的多名职业乞讨者，称他们是持旅游护照被飞到澳大利亚，在市中心针对富有同情心的路人乞讨。观察者认为，伪装乞丐的这些中国人可能为中国收集情报。中国乞丐受到澳大利亚警方的严密监控，因为他们涉嫌向中国汇款。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天发起大游行，要求港府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以及设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至少数万港人冒着酷暑，从闹市区繁华的铜锣湾购物区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在下午4点多，游行队伍到达警方设定的卢霞道终点后，又继续向湾仔和金种方向推进。伊朗情报部长马哈茂德·阿勒维表示，伊朗拘留了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做间谍工作的人员，称他们的身份将于明天公布。在首都德黑兰召开的内阁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勒维说，在各个地区和重要的重心为美国和国外进行间谍活动的人都被发现了。拘留过程结束之后，我们已经交给了司法机关。在伊朗周五扣押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油轮之后，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波斯湾局势近期持续紧张，美方提议为确保全球油运航线自由，计划和盟友组建护航联盟。按照美国当局的说法，护航联盟的初衷是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内的自由航行。